差餉物業估價署今日公布樓價指數，2025年9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292.5點，按月升 1.3%， 連升4個月啦，累計升幅2.1%，創逾1年新高。今年首9個月樓價指數由原本下跌到而家倒升 1.14%。中原地產資料顯示，年內多達82個二手大型屋苑出現反彈，唔少升幅更達1成以上，其中荃灣爵玥亭、紅磡海逸豪苑、沙田第一城分別升 14.7%、14.3% 同 13.7% 啦。據中原地產統計，有143個藍籌屋苑入邊，尺價低於1萬蚊嘅已經由上年年底嘅24個，略減至上個禮拜嘅21個。過去10個月有86個屋苑嘅成交尺價反彈，佔比6成，其中41個升幅去到5% 以上啊。當中10個錄得雙位數字升幅，包括荃灣爵玥亭、紅磡海逸豪苑、沙田第一城、元朗彩業亭、火炭駿景園、青衣青怡花園、尖沙咀港景峰、黃埔花園、荃灣綠楊新村同埋新蒲崗漁港灣。萊坊高級董事、大中華區研究同諮詢部主管黃少琪就表示，市場氣氛明顯回暖，但由於貨尾量仍然處於高位，HIBOR未能維持低位去帶動按息大幅回落，市場購買力繼續傾斜新盤，而新盤開價未見進取，二手樓價短期內仍然未能明顯回升。另一方面，美國關稅繼續為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，聯儲局好可能喺10月議息再減息0.25厘，以推動經濟。預測樓價喺未來幾個月會開始好轉，但2025年全年香港樓價仍然未見明顯回升，全年或者升2至3% 左右啦。到2026年上半年有望明顯回暖，樓價明年全年有機會升5% 啊。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就表示，差估署樓價指數連升4個月，已經可以確定住宅市場樓價已經成功沉底，並開始進入上升軌道。近期部分二手業主亦都考慮收窄議價空間，近期整體市況向好。日前中美關係緩和，雙方領導人亦都即將喺本週會面，有望於更多方面達成共識，對整體經濟局面屬於好消息啊。加上本週美國大機會再次減息，幅度有機會達到0.5%，本港大型銀行亦都好大機會會跟隨啊。隨住進入減息週期，買家供樓負擔減輕，入市意欲就提升啦。佢預計第4季樓價將會持續向上升，全年樓價有望錄得約5% 嘅升幅啊！而家係咪買樓時機？一齊聽下物業投資免費講座，由資深投資者呂宇健傾女同大家分析啊，link就擺咗下面啦，記得繼續去報名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